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咧讲哦，一个少年人，一个设计师，安怎来做社会服务？三个人的团队，一头栽入去咱讲的这个石头汤人生干嘛店，坐来做社会实践，想要对社会做一寡代志哦，一寡帮助啦吼，互咱台湾街头有新的风景，这就是咱讲的人生百味。原来咧，这和2014年318日头花运动有关系。因为伫运动内底啦，咱看到需要帮助的这个士大人，和朱冠晶今日来宾决定要离开舒适的这个环境，决心创办社会企业，协助街头顶的人会当更快乐的来生活，互因街头更较平等、更较舒适。冠军人生百种味，真王暖心行入市。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要来带你看伊的故事。小鱼这一期的3、4月的支出有做出来了吗？一群人坐做伙讨论的是团队的支出控制，但是因并不是一般的商业公司，是一间专门为街头有路无找民众来服务的社会企业。阿北，你的手机小心一点哦。有，来。因叫做人生百味，专门关怀街友伫街路卖物件、做回收等等的弱势民众，嘛规划各种甲街友有关系活动，和社会大众参与，借此对社会议题有进一步的熟悉。阮主要活动的所在是伫咧台北车头，伫遐有将近差不多有100位的有路无厝的人伫遐，所以讲，阮平常时的时阵，阮会去遐，可能是送便当，还是去台港，实在甲大家做朋友。人生百味的成员，平均年岁无到30岁，拢是来自无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有人负责调查，有人负责活动的举办，目的拢是希望改变社会大众错误的印象。可能就是讲，买食唔可糖啊，还是讲就懒惰的，无爱洗身躯安怎。但是事实上，阮咧甲大家抬杠的时阵，就发现讲，其实足侪人因有就洗衫还是洗裤、洗身躯的需求，但是讲，因为伫车头无所在会当做遮个代志，就一般人可能伫厝内底会当做所有的，就休息啊、困啊，还是洗身躯、洗衫，但是住伫外口的人，伊无法度去做即种的代志，所以讲阮有一个空间，对，就是来做讲会当互大家踮遮洗身躯，还是就踮遮洗衫裤。亲身参与，用开讲实际了解有路无做人拄着啥物生活困难，但团队成员嘛捌因为感觉无能力改变，一开始并无适应安尼工课。和人接近之后，应该说你就会看到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从可能原本的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生活好的坠入到街头，其实蛮常会经历一个人状态很反复的时候。对，但当你看到一个你身边很亲近的人状态反复的时候，然后你陪伴着他，其实你也很容易会被那样的状态吸进去。后来，伫团队队员的陪伴之下，和静茹度过家己心内的迄关，为办公室行出来街仔路。其实不管倒一种，拢是咧帮助别人，就亲像人生百味当咧做的代志，透过真侪方式协助有需要的人。对因来讲，帮助并不是孤一方面的，是参与者互相往来所形成的互助连结。今日非常欢迎咱的朱冠晶，有人叫你阿勇啊，你好。大家好，我叫阿勇。谁人叫阿勇啊？我细汉时阵朋友好的名。朋友好的名吼，代表你的这个人生应该嘛是真勇啊吼。可能是的。是啦吼，咱咧讲吼，做这个人生百味。吼，这是咱协会这个名称。其实咱讲人生百味是和这个318日头花运动真有关系啦吼。什么种的这个关系咧？
伫遐运动内底的时阵，我甲我的朋友看到讲，街头有真侪可能有需要帮助的人，啊，伫运动结束了后，人会离开，但是遮的社会弱势佫会一直伫街仔头，所以阮就想讲有，敢会当用阮平常时，也是下班的时间，也是平常时，放假的时间会当来加做啥物物件，会当来斗相共，会当来陪伴有需要的人。是，伫街仔顶吼看到有需要的人吼，尤其咱讲这个运动有两个赞处，第一个赞处就是讲，迄当阵啊吼，这个318的时阵，恁徛伫街头，暗时啊时间看到真侪较时大人的这个街友也好，需要帮助的人也好，因伫暗时啊，才是因做工课这个代志。嘿，对。这个部分。可能是真侪人伊可能伫平常时的时阵，伊较无法度去公司或是伫迄普通的店内底去做工课。遮个人因可能需要讲伫半夜的时阵去做回收啊，还是去破一寡迄玉兰花，还是口香糖的物件，伫迄大街小巷安尼去卖。阮就想讲，其实遮个人因是就想要做工课，因嘛是就想要互生活较稳定的，阮敢会当做一些帮助。互因一寡帮助啦吼。其实吼，伫咧学运，咱看到路顶吼，若是阿嬷，即咱讲阿公阿嬷好，是大人，因咧做回收真正是真辛苦啦吼。所以你迄当阵，佫有做一张地图。专门来讲倒位有法度回收吼，帮助遮的这个阿公阿嬷。迄个地图就是讲，若是伫网络上的时阵，你会当甲你附近熟悉的迄个做回收的阿公阿嬷的资料，还是伊的联络的电话，当写伫这个地图。若是附近的人伊想要做回收，还是想要甲回收摕互别人的时阵，伊就会当敲这个电话，还是去较方便的较找到遮的是大人。互因帮助吼，透过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式，互讲吼少年的这代咧关心这个较时大人需要的人啦吼。其实这是第一个赞处，第二个赞处就是讲咱看到318，这个是头火运动时阵，哇，侪人拢真有爱心啦吼，是讲认同这个运动，所以开始捐物资，但是物资直直捐入来，是毋是伤过济？阮就迄个时阵有看到真侪人会捐迄便当，便当若是放过日，可能就袂当食啊。我迄个时阵就想讲，遮个人可能已经食饱，但是伫外口的所在嘛有足侪人可能是腰巴肚的，所以迄个时阵阮就甲迄便当摕去艋舺公园伫艋舺的所在去摕互有半夜时阵困伫遐的人，迄个时阵就发现讲，其实遮个人无阮较早家己想的遐尼恐怖，因为一开始的时阵，我嘛感觉讲，要去摕物件互家友，迄应该是阮摕了，应该是等伫遐安尼，家己紧算安尼。所以你家己这个心理的这个突破。对，真大。发现讲，足侪伫遐困的人，其实就甲阮厝内底的是大人是足共款的因嘛是互相熟悉，毋是讲大家拢是陌生人，因会互相帮助，还是嘛是互相帮忙留便当安尼。互相帮家己，还是讲帮别人，帮别人嘛留一份安尼，可能有人去做工课，还是有人困伊嘛会甲人斗相共安尼。你头讲到做工课，其实咱一般人捌的这个家友。毋是敢若拢无代志做，其实伊嘛想要做头路啦吼。其实咱伫遮嘛看到真侪即个社会现象伫遮，就是讲我阁有能力我要去引头路，但是因为我都无一个组织，对啊，所以就拄着困难啦。其实讲八成的家友伫台北拢是有在做工课的，但是有可能头家伊看到讲伊咧写履历的时阵，无法度写伊的地址啊，无甚至讲无伊的联络电话，就会感觉讲这个人怪怪，唔敢甲伊录用安尼，系啊。所以足侪人可能做工课拢是咧做工地内底做粗工，还是掠牌啊，还是咧发传单。是。所以咱伫遮啦吼，讲到这个人生百味，你做的代志真侪啦吼。自咱过去伫咧运动遮先一张地图开始，另外咱讲吼物资遮吼，甲这个村的这个便当先甲捡起来，定小遮的这食物，尾咱嘛搁做一个这个较大的这个食物银行的这个概念吼，尤其恁搁爱家己煮食。对啊，阮拢是无少较早的时阵拢是食厝内底的少年人安尼，伫台北就开始讲要安怎煮物件，因为阮伫市场还是在餐厅内底有收到足侪，可能是生鲜的蔬菜还是肉，因就想讲，因嘛无法度捐便当，但是有足侪可能食材，迄个
无卖了，还是有卖剩的，因就会摕互阮，阮就想办法甲伊煮做会当食的物煮件。到会当食，家己嘛爱食啦嘿，吼。我家己嘛会食。听讲迄当阵，开始咧推这个活动的时阵，家己嘛变较大颗一丝啊。有，因为我的厨艺有进步。就是讲吼，要互别人食，家己嘛爱食，安尼才会当互人安心啦吼。有影啦吼。其实咱们看到讲，这个团队人生百味，本地才3个人。即阵有偌济人来投入啊？阮即摆有9个成员。9个成员吼。咱讲这个背景拢无共款，亲像你过去是学这个设计。嘿对，阮嘛有迄网络工程，然后嘛有迄社会学，还是中文。大家拢是无共款的背景。但是有大家过去有可能拢毋捌煮食过吼。无煮食嘛，毋知影讲会当做安尼。帮助别人的工课啊。其实咱讲到吼，过去啦，进前，伫咧咱讲人生百味这个协会成立进前，你是投入运动，啊，搁较进前咧做啥物？我较进前的时阵，伫一个协会内底做设计。迄时阵就想讲，用家己的力量，会当为迄社会内底的人斗相共是真好的代志。是。但是当阵初是干那做设计尔，啊有迄个理想，无想讲买手你家己的，甲一群人。无想过走到一天安尼，搁爱煮食，搁爱读册，搁爱去甲社会大众沟通，啊，搁要帮迄阿伯阿姨找头路，找迄会当说厝的所在安尼。是，有影吼，这个工课真正侪啦吼。咱等下嘛当看到讲，其实这个内底头拄嘛讲到，这个来自无共背景的人，有做网络的，啊，亲像你做设计，啊，想讲搁欠啥物骹手无？骹手哦，阮需要就侪人的加入，因为阮进前嘛有过护理啊，还是念迄，对无共背景的人入来伊会有无共的想法，嘛有无共的做法。啊，阮伫遮就是足欢迎大家来，实现大家想要做的代志。是啦，有影是咱头拄讲的，冠军人生有百种味，这种无共款的这个人生，拢会当来这个百味人生内底来去做。无共款的这个社会，对社会认同也好，对社会实践也好啦吼。其实咱后尾也讲到啦吼，伫遮你过去做设计，啊，即阵嘛是有咧做设计，嘛是有对。啊，甲过去有啥无共款？甲过去无共款的所在是，我感觉较早做设计的时阵，你想要做真好看的物件，还是就很酷的东西安尼。但是你即马做设计，迄意义无啥共款。你是想有诶想要甲大家讲，你想要甲你的想法去较散播，啊，所以讲迄物件爱较平易近人，系啊。有影啦吼，爱较接近人真的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面对咱讲家友的时阵，因的封闭心是比一般人搁较重的哦。一定是安尼，因为伫街头生存的时阵，实在可能会拄到就侪歹人。歹人哦。系啊，伊真正因的身份证啊是迄证件，有可能互人骗去做迄人头。嘿，对，也是有人想要甲，就嘛是有人会甲因骗去别个所在做工课，但是就甲因关起嘛，无互因就薪水安尼。无互因薪水啦吼，就是讲即咱即个社会吼，歹人也是真济，啊，针对这较弱势，咱讲即个家友也好，去骗即个身份证的，互因遮可能有当时啊，身份证互骗去，做人头，伊变做是即个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伊骗的是几啊千、几啊百的即个校务啦吼，所以伫遮你嘛要徛伫即个甲因的即个戒备心，甲伊放下，这部分安怎去进行？只有时间会当。时间吼。系啊，就系有足侪时间去去抬杠，去沟通，去互大家知影讲，阮伫遮毋是毋是为着啥物，只是想要甲因做朋友，还是想讲若是讲有一天阮真正变做朋友，若是你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所在，阮是真正是就乐意会当帮忙。帮忙啦吼。其实你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讲弱势毋是一种族群，是一种状态吼。我真喜欢这句话，就是讲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个人，有影时阵吼是这个状态改变。有人可能是本质是大头家，啊刷落去。嘛是有真侪人随便加油，是啊。所以你讲这句话，这个背后的吼，这个含义。还佫有啥物想法无？
想讲阮即马爸爸妈妈的即个年岁，可能是50几岁安尼，因可能在社会内底是较成功的，所谓较成功的遮个人，因可能较早的时阵是无法度去想象讲人会落落来，会落甲较紧安尼。是。但是阮确实在街头上的时阵看到了很多，因可能是较早是头家，嘛是较早是大学教授，教授嘛有，嘛是有对。爸爸种的人，但是因为无共的原因，所以讲因即马是无法度通好去的。是。阮的爸爸妈妈其实因即马在同学会也是在甲以前的朋友在联络的时阵，嘛会发现讲，人的命运实是就无共的。你可能判一个病，也是你厝内底发生一个，你唔免家己判病，你可能厝内底有一个人判病的时阵，迄全部的状况拢会改变啊。是。处理的人无做过这款社会服务吼，是看你做了后，伊再去认同你，甲你做伙做吗？细汉的时阵，因拢会叫我讲，较莫接近，莫接近伊，系啊，足危险，会担心安尼。但是即马就是甲爸爸妈妈因出去的时阵，因看到连去外国的时阵，去看到外国的家友，拢会叫我讲，你去看卖，敢会当甲因斗相共安尼。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厝内底的人，豆豆嘛，这个改观。你想要对这个你厝内底的人，会想讲哦，佮去甲呼吁讲，你能教我做回来做这款运动的实践无？无啥，无一定要紧，别人的囡仔是别人的爸爸妈妈嘛会做这代志，所以讲，推测无一定是家己的爸爸妈妈，你当影响到其他的人啦吼。有影啦吼，这是这个社会运动的实践。所以咱来看讲哦，这个咱讲人生百味，唔那干那这个服务尔吼，其实咱个坐这个柑仔店的这个活动吼，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 2019年7月，人生百味甲台北市社会局合作成立中修旧好，改造市府老旧宿舍空间，提供失业无瓦课的民众，也佮有无厝通住的民众一个休困的空间。我们这边最主要的话，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提供给街上的人一个在白天的时候休息的空间。当他获得足够的休息，或者是说，因为像我们这里也有提供洗衣服跟洗澡的服务，就是应该是说当大家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当他能够获得满足的时候，其实并就不太会呈现出我们想象中的偏见的那个样子。为着要打破私社安的印象，人生百味嘛开发真侪无同的参与活动，其中的石头汤计划，唔但分享食物给街友，嘛关注食物讨债问题。石头汤计划这样，然后因为石头汤计划其实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会去市场收可能摊贩他们觉得比较丑卖不掉的蔬果，我们会收来跟大众一起烹煮成餐点，再送上街。然后你选饭吗？好，那我。你好，大哥你好。好，啊你的配菜哦。哦，面。面哦。石头汤已经举办5、6档，即阵除了伫台北举办，嘛开始行到外县市，希望会当顾到全台湾的街友。较早阮办这活动拢是伫台北，不过阮感觉这个议题最重要，应该爱互就较侪人会使知影，因为唔是敢若只有台北的人需要关心，其实足侪所在拢有需要去了解、去帮助的人，所以才会为去年开始伫咧家人、承德、甲屏东去办这个石头汤的活动。看到人生百味有温食计划，所以我就家己主动，我就家己去打电话，还是传讯息给因，讲我敢会当屏东家己办一个石头汤。负责人嘛很热心啦，就是拢袂讲足奇怪，还有一个人向要打电话给我，讲要伫屏东办石头汤。少年人开始付出行动，关心社会议题，相信只要有参与，就一定有改变。遐嘛袂当大。迄边个附近有过迄边个。安尼你要搬去倒？我伫迄个附近调查那边。你要搬去倒？附近调查只有钓虾场的无？复兴钓虾场。系啊。对遐吗？系啊。安尼阮以后开去找你哦。就侪遮的熟悉的大哥大姐、阿公阿嬷，拢有
就是关系变搁较好，而且看到大家生活有慢慢啊变好。虽然讲定定迄个进步，甲拢是足慢的，啊，搁有足看起来足细，进步是确实有的，啊，毋过小小啊，毋过看会到。石头汤计划伫网络的反应真好，嘛捌有来担任志工的民众参与完活动，开始关心身躯边拄到的家友，互社会善良的力量发挥功能。人生百味的团队讲，将来无想过要做什么伟大的代志，只要你有心，人人拢会当为生活的周边开始改变。人其实会当做别个工课，像讲清洁啊，还是帮忙搬家。嘿，有足侪人其实是有法度去甲别人斗相共的。阮想要，阮就去介绍安尼工课去互街上的人，安尼去甲别人斗相共。人生百味哦，这个活动真正真济啦吼。头拄咱有讲到吼，地图这种方式，互回收阿公阿嬷较好来去做回收啦吼。另外一个部分，或者是石头汤的这个运动也好啊，实践也好，其实吼这是甲咱讲一个故事啊，这个部分就是讲三个这个兵啊，自战场倒来，迄当阵又搁枵又搁忝啦吼，但是因无法度食物件，去吼一个庄卡来讲啊，你会使互我一寡食物无？因讲这个整理的人就讲无啦，我无物件，因就想讲是毋是会当甲这个想法来做一寡实践，所以就讲我要来煮汤，用什么煮汤？用石头来煮汤啦吼。但是石头煮汤是毋是无咸正？嘿，就有旁边的邻居可能想讲哦，因遮煮石头的人敢是头壳歹去，是安怎足可怜的，就甲因借一寡盐互因啊，借一寡胡椒互因安尼。有盐啊，有胡椒啊。变咸吗？变咸啊！尾仔咧？尾仔时阵可能有搁外口一个可能是农夫，可能想讲因实在是足可怜的啊，伊拄啊好有剩一寡可能是红菜头啊，还是青菜，就嘛摕淡薄仔出来，互因安尼。过来有菜啊？可能有在市猪的人想讲啊，只有菜哪会食会饱，所以讲伊嘛提出家己可能在卖肉，是，所以内底都有菜有肉，就是变甲足澎湃的，足澎湃啦吼。所以这个饼仔，这三个饼仔吼，成就一件大代志。过去人讲可能大家拢无想要帮忙的，自因开始看到这个庄仔来的人吼，豆豆有要帮助安尼，即马做的代志，就亲像安尼。嘿，第318了后，阮就想讲，敢会当持续甲迄街上的人送物件通好食安尼，但是阮是口袋就浅的上班族，系啊，嘛无钱个去买便当啊，所以讲就突然想到迄市场内底还是餐厅内底应该是有迄买剩的，还是无卖了的物件，一寡青菜啊，一寡肉，敢会当借来互阮用一下安尼，所以迄当阵。到即马已经成功啊吼，这个石头汤。嘿，每届阮拢会煮差不多有100人份的便当送去给安尼。给啦吼，咱看到这是咱讲石头汤物资真济啦吼，会当买啊，甲遮吼较扣实的物件，拢甲伊保存起来，煮汤或者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家友来食啦吼。其实这是第一部分尔，其实还有人生柑仔店，这个搁较无简单啊，因为你要伫街头顶吼，帮助一寡人爱互伊买物件。因为阮看到有足侪人在卖玉兰花口香糖，还是公益彩券。较早的时阵，你拢会听别人在讲迄是骗人的，还是诈骗集团，还是啥？但是阮实际去访问了后，发现讲，遮的人伊可能是身心障碍，还是伊较无法度在公司内底去找到头路，但是伊嘛是足久啦，想要。靠家己的双手，靠家己的双手啦吼，这是因家己想要做的动力。你哪能够去帮助？系啊，阮可能就去找迄有啥物件较好卖。像讲阮之前就做过一个口香糖，是甲设计师合作的，就有名的设计师叫做聂永贞。是。
树灵堂和这个知名的这个设计师来做合作。迄个树灵堂只有在街上会当卖着，你去 Seven 还是你去便当店拢买无安尼。所以这个销路应该真好吼。了后就有足侪人去找吼，到底有啥物所在会当买着安尼的物件。所以讲，阮咧实在头家就讲哦，较早是拢是阮去拜托别人帮我买物件，但是即马是人来找伊，安尼搁排队安尼。真正是一种人生的这个柑仔店啦吼。所以除了卖这个树灵堂，还佫有想法无？要卖啥物？阮即摆有在做一个计划，叫做人生万事屋。迄个万事屋就是讲，除了买物件了后，人其实会当做别工课，像讲清洁啊，还是帮忙搬家。嘿，有足侪人其实伊是有法度去。甲别人斗相共的，阮想要，阮就去介绍安尼工课去互街上的人，安尼去甲别人斗相共嘛，有去清理迄可能是独居老人因住的所在，因可能身体较无好，还是生病，所以讲无法度去家己做清洁的工作，阮就去找街上的人去甲因斗相共安尼。透过恁即个平台啦吼，会当互因遮本早有需求的人。拄着咱讲街友也好，互因一份头路来去做啦。较早的时阵，伊拢会想讲街友是弱势，但是即马街友会当去甲别人斗相共，其实会当翻转社会大众对于街友的印象。互这个印象规个转过来吼。本早吼可能人拢想讲因可能这个较无遐尔清气相，但是买手伊会当帮助亲像家己大这是大人，互因搁较清气相。这嘛是一种印象的这个转变。系啊，因家己咧甲别人摒扫，还是咧斗相共的时阵，家己嘛就有成就感的。想讲我今日嘛是一个当甲别人斗相共的人，心情的转变嘛是会当帮助大家以后会当去找其他的投入安尼。其他的这个头路啦吼，其实讲到这个部分，还有一个真重要，就是你嘛亲身去做一个流浪生活的这个体验啦吼。嘿，进前的时阵，在街头困过2天，3天2夜的时间。伫遮嘛是爱体验着讲这个街友的人生啦吼。自8点、7、8点开始，有的人就是爱去因这个一天的头路。5、6点的时阵。5、6点、7、8点。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去做，我迄个时阵，我本来嘛想要去电工嘛，是要去甲因做共款的工课，但是发现讲就是，我已经5点就去排队啊，但是还是排无，就侪人伫遐排队，所以讲迄掠牌啊工课就互别人去做啊，我后来就去捡回收。捡回收，一工捡偌济？57块。57块，连一粒便当都买无。我搁去借一个推车去推，所以讲迄真正是就辛苦的工作。真辛苦啦吼，所以你本地要做流浪生活体验，是要去掠牌啊。但是这个需求的人真多。真多对。搁有讲迄困伫迄骑楼下面的时阵，去互附近的可能巡守队，就讲你莫困踮遮歹看安怎啊？我就讲迄个时阵有另外一个街友是阮的老师，伊就甲别人讲，但是因为我是女生嘛，伊讲女生困伫迄人较少的所在较安全。但是迄个时阵其实就有一个人就讲，你家己要做街友爱安全，你就爱家己顾。家己担呢啦。系啊，我是想讲，普通的时阵，你嘛袂对你的查某囝，还是袂对你认识的任何女性讲安尼的话。但是今日若是有一个人困伫路头的时阵，迄伊的死活，改成就亲像伊家己爱负责安尼。所以安尼嘛吼，恁继续去关怀，除了这个一般的街友以外，女性街友，你有特别去甲关注？迄个体验了后，我就一直咧想讲，其实讲女性的街友是很少数的一群人安尼。很少啦吼。差不多对台北来讲也是9:1。这个数字差遮济。差遮济对啊，但是足侪人伊可能会因为安全的顾虑，伊会困伫迄麦当劳是网咖，所以讲平常时社工嘛较歹较无法度去找着因安尼。但是阮想着讲，阮家己嘛是女性。在街仔头行路的时阵嘛是会感觉讲，半暝时阵嘛会较紧张，安尼困伫遮的女性要安怎？所以讲，阮就去做访问，去访问因的故事，因为足侪人嘛是对遮的女性足袂无了解，可能想讲因就是较早无
保护家己啊，还是安怎，那会不自爱，才会困伫咧家仔头安尼。所以这传统的这个观念，佫强压伫因这女性的家友头顶。系啊，因要找工课，其实比男性佫较困难足济，因为因可能会想讲啊，同款的工课，可能男生就会想讲伊的力气较大啊，还是安怎，就无想要甲安尼工课互女性。女性安尼啦吼，其实因就是这个弱势中佫较弱势啦。系啊，因较早的时阵，其实嘛是厝内底的查某囝，嘛是人的某，嘛是人的妈妈，伊一世人的时间拢奉献伫家庭内底，但是当伊出来的时阵，当伊可能在家庭是会暴力对待伊啊，还是对伊就无好的，还是伊走出来了后，反而是无法度伫履历上面写伊有做过任何的工课。是，系啊，所以拢有一寡这个烦恼伫咧，然后互因搭袂出去，无亲像讲吼男性的这个家友有佫较济啊生活啊工课这个机会啦吼，所以恁伫遮啊特别佫去甲帮忙一下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另外一个我感觉最好的这个活动，或者华语叫做重修旧好啦吼。这个是一个咖啡厅，但是这个咖啡厅无共款，毋是干那啉咖啡尔，是要互遮这个家友有一个所在，互因当洗身躯，吼，了后会当正常的去做工课。这个重修旧好，伊一楼的是在卖食的物件，但是伊二楼有洗衫间，嘛有会当洗身躯的所在。家友若是做工课了后，伊会当来遮洗一个身躯，互伊身体较舒服的。啊，洗一个衫，互伊家己清开清气。啊，别个人其实足侪人来迄重修旧好内底是想要认识街友，但是讲入来了后，伊就会找无讲像是家友，像毋是。因为其实大家坐伫内底，也是用手机啊，也是抬杠，伊是无法度去知影讲哦，原来边仔的人，伊是半暝时阵会困伫台北车头安尼。是，所以这个平台也好，空间也好，即阵一位尔啦吼。对，即嘛是一。是，但是即款的平台真好，有想要推销搁较侪间的无？我是感觉讲，其实像讲咖啡店内底，还是普通的餐厅内底，应该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入去的，所有人会当买一个饮料就会当坐伫内底，但是有确实有一寡所在会想讲啊，你穿甲安尼，还是你排甲大包小包，伊就无想要互别人入来。是，系啊，我是感觉当安尼足可惜的。所以让主恁这个平台开始，其他若是讲啊有心的人会当透过因家己咖啡厅，也是讲店家二楼就会使吼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个友善的环境，搁较落实伫台湾啦吼。像进前嘛是有真侪餐厅在做迄代用餐，我感觉迄就是一个很友善的安尼服务。是，所以伫咧这个部分，其他代用的这个互较需要人去食的这个部分已经咧做啊，但是头拄仔恁这个概念。你有想讲，搁较侪人来做？就欢迎，就欢迎啊！啊，做这爱有需要什么迄个无？爱注意的所在？爱注意的所在，我想下卖，我想应该是就甲普通的，我感觉就是家友嘛是有，就是好的人客嘛有傲客共款，就是拢有啦。拢有啦，所以拢爱特别去注意，但是这个大环境，特别去甲提醒一下就好。系啊，其实一般的店家拢是有定是咧应付安尼，就无共款的人客安尼。是啦，啊嘛看到讲，其实啦吼，安尼做落来，你嘛做真侪活动啊啦吼，运动也好，活动也好啦吼，其实安尼做来，你感觉你的人生有啥物大改变，还是个性上？个性上，较早的时阵，其实咧看读足侪册，还是看足侪理论，拢会感觉讲离社会足远的，离社会近。但今日真正有时间的时阵，会当甲迄较早读的物件，会当重新的看到在社会里面运用是啥物款的情形。那你较早看过真侪感动的故事，对，但是你即马在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会看到有感动的所在嘛，有就互人就生气的所在，你就会发现讲哦，这真正是人生百味，一个人就有足侪滋味啊。有影啦吼，这个人生百味，毋是过去这个可能是社会学。这个课本内底读到的这个物件吼，是一种实践啦吼。啊，过来咱们要带讲吼，这个人生百味，其实未来性是啥物？咱先做伙来看。
人生百味成立到今已经5-6年的时间，借着专案合作，其他基金会的联合规划，也有政府单位的专案方式来维持营运。这等人经营的其实是公民教育活动的社会企业。我跟另外一个工作伙伴阿德，我们也有进去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里面工作，然后在里面就学习到说，可能想要做好的事情，不是只有就是捐钱或者是去直接的服务，它也许可以透过一些商业模式或是其他的方式来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参与进这个循环里面。因为想要改变人生百味走上创业这条路，因为陪伴，互因理解到无厝通转去，大部分拢毋是自愿。真侪人经过半世人的打拼，也是无法度脱离困境。若无实际用同款的立场来看问题，问题永远是别人的。阮爱带大家去熟悉这个议题嘛，毋过其实有足侪人是感觉讲这个议题无需要关心，搁有伫咧流浪的人，应该拢无家己无拍拼，才会伫咧街仔顶流浪。毋过阮感觉其实毋是安尼，因为阮有熟悉足侪人，其实较早伫咧较早的时阵，拢是甲大家共款认真拍拼咧做工课，嘛捌有家庭，嘛有读册，毋是像大家想的是安尼，对，所以就爱甲一寡无了解，甲有个讨厌即寡人的人去甲因沟通。台湾嘛，也有其他侪单位投入社会关怀，已经几落档的时间，服务过对象其实嘛拢有家己的故事。有一寡人看伊身躯有咧赤灵赤红，其实就足歹甲因接近。其实讲起来，因其实无遮尔啊恐怖人，其实因最后是希望别人莫互伊有一种的另外眼光，其实伊就会甲人介好的相处啦。讲真诶，伊其实入去工作了后出来，讲伊所有的资源，其实讲啥物嘛拢无啊嘛。若无需要保护、需要努力的目标，就会渐渐失去自信。人若失志，就真有可能伫生活中真歹徛起。甲因接触了后啦，其实感觉讲人生毋是干那讲有一个食一个饱安尼尔，其实精神上的一寡迄自信加介重要。因为因遮就是拢足欠家己的自信。其实若鼓励出因家己的自信，就若像你家己若有自信，你其实不管啥物种的工课，你拢会当去接受，会当去做。流浪伫街仔路的人，有真侪拢是拄着渡袂过难关，这种生命无常，可能你我嘛拢拄会着。因需要的毋是施舍，是温暖、支持甲机会。虽然目前大多数人对家友的印象也阁停留伫真侪无好的想法，毋过人生百味嘛继续咧拍拼，要将负面的标签一张一张掠掉。冠军人生百种味，真往暖心行入市啦吼！这个市毋拿台北市尔，即阵要行去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各县市啊吼！即阵要推出什么计划？阮去年时阵推出一个计划叫做温食。温食就是这个有温度的食食啦吼。对。是，即阵推出到倒位去啊？阮去屏东，搁有新竹，搁有桃园。桃园、新京这3个位有啥物用意？迄时阵有足侪人，阮去做演讲啊，还是去分享的时阵，拢有足侪人伊会想讲，敢会当伫因的厝附近就会当做石头汤这个机会安尼。所以讲，迄个时阵就有可能有新竹的朋友，还是搁桃园的朋友来甲阮问，阮就真正去遐甲因就教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教因安怎做石头汤啦吼，这是足简单的，就是煮饭啊，摕去街仔头安尼尔。是，但是这县市有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无？无共的县市有拄着无共的问题。新竹桃园是较这个
咱讲都会，也算是都会这个部分啦吼。因的街友可能嘛是甲台北共款较集中的，所以较好找，也是附近嘛有足侪迄单位啊，也是教会在普通时就在斗相共，所以因会当合作安尼。但是像讲屏东也是阮之前嘛有去过高雄，因就讲高雄甲屏东的迄街友可能是住甲较比较散的，嘿，啊嘛是比较有防备心，可能会想讲因为较早无人在做这个代志，会想讲那少年人突然就来找我摕物件互我，安尼嘛是会较封闭安尼。是，所以你有甲教讲进前我做的这个方式，解除咱这个戒备心，甲教互加。搁有讲可能伫无共的县市内底拄到的需要斗相共的，可能嘛毋伫街友。可能有的是社区内底的老人啊，还是可能有迄比较弱势的家庭，所以讲其实会当石头汤计划是一个分享食物啊，做伙抬杠的安尼活动，其实唔免讲只是针对街友，嘿啊。所以这个可能较弱势家庭，还是讲家己大这个四大人，拢会使做关怀这个对象，唔那干咱伫家顶的这些人啦吼。其实每一个县市拢有每一个县市的这个需求啦吼，所以可能要针对这个每一个县市所无共款的这个需求，落去做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咱看到讲这个传统的思维豆豆咧改变，你感觉？咱的这个未来性，还是讲咱做这个百味人生创新伫咧倒位，甲过去这个社会、这个企业。较早的时阵，大家想着讲爱帮助弱势，应该拢会去找社工啊，还是讲这是政府爱做的代志。但是我感觉迄，因为阮实在就侪社工，因就会讲，其实单靠他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啊，对啊。因就想要做就侪代志，但是落落来人实在是伤济啊。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就想讲，你在学校内底，还是咧上班的时阵，你看到讲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同学，若是有需要的时阵，其实讲斗相共，毋是一个就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安尼嘛，毋是就困难的代志。是，你有讲过一句话啦吼，就是讲，无论偌细项的代志，拢有伫社会改变一种机会性。系啊，迄个时阵，阮嘛是只是互给予一个便当，就后来就改变了我们很多的做事情的方式。阮成立一个学会在做这个代志，所以讲阮想讲，透过最简单的方式，你只要识识一个街友，你就知影街友无遐尼恐怖，安尼你就会当做搁较侪你会当做的代志。你若是一个老师，你会当带你的学生去识识讲这个社会内底有安怎的人，啊，毋是讲淡仔是可怜，还是可无安尼尔，系啊。啊，你若是一个医生，你咧后摆咧看病的时阵，你会嘛会当去较去关心讲，即个话讲啊无啥清楚的人，伊可能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防备的关系，安尼。是啦吼，即个每一种角色吼，也是来参加的即个志工好、义工也好，因会使透过咱讲的百味人生协会这款的即个实践来去做无共款的即个人生的即个体会啦吼。其实除了你，即个咱团队内底主要阁有2位即个团员是甲你做伙拍拼起来。因其他2个拢帮助你啥物？阮有其中一个叫做阿德，伊是商学院毕业，伊就即马是咧做中级的工课安尼。中级即阵抑阁真无用。系啊，阮有另外一个嘛是商学院的朋友伙伴叫做依婷，伊即马是阮主要的社工。是，所以伊嘛无想过讲，伊较早是读商学院，即马是咧做社工安尼。读商的，你读设计，拢结合伫即个咱讲，毋是政府社工团体咧做的这个代志。嘿，对啊。这个多面向啦吼，多文化的概念伫恁遮来实现。系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伊会当做一档物件。所以伫遮嘛，还阁呼吁真侪观众朋友做伙来参加啦吼。对啊，足欢迎的。足欢迎的啦吼。其实咱讲到吼，毋那干那恁尔吼，其实有甲真侪即个单位来做合作啦吼。有银行的，嘛有讲有即个社福单位做一寡连接，互即个饼愈做愈大。嘿，阮
去年的尾牙的时阵，阮就办一个叫做礼物市集。礼物哦，嘿，礼物市集。送礼物，或者家友嘛。嘿，对，在办像一个就是即马有就在市集嘛，啊，但是这个市集内底唔免开钱，就你甲厝内底你可能无需要的物件，是你想要送别人个好好的物件，像一个礼物共款会当就摕来伫遮，互任何需要的人。迄本来的时阵是想讲要送互家友，但是后来因为问题台北车头，遐有足侪可能是看护啊，是义工，因可能假日的时阵嘛会伫遮就是踅踅，因看到因需要物件，其实遮的摊主嘛是很乐意去送互任何有需要的人。哦，所以这个无限制讲是这个家友尔，其他你有需要。这个咱讲饲啊，就会使互你遮的物件啦。系啊，因为其实物件就是要互就是有需要的人，才会当好好啊使用安尼。有影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啦吼，这个百味人生协会，就你讲迄当阵投入运动甲生理协会，到即阵面对的这个质疑有无？有啊，因为像家友的状况是起起落落，对啊，有当时阵伊可能睡到厝啊，伊就想讲啊，我的人生爱无共啊，是咧变做较稳定啊。但是过几个月还是过几年，其实因为伊可能像房东伊无想要继续租啊，还是要这房子要收回来啊，其实睡厝是就无稳定的一个状况安尼。系啊，但是讲所以讲我嘛会定定想讲安尼做敢有路用。但是因为阮的计划的关系，所以讲阮熟悉的大哥大姐，因除了熟悉社工啊，熟悉阮以外，因阁会熟悉其他的志工啊，其他的志工伊可能是附近的社区内底的店家、头家，还是学生啊，所以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长，拢会当甲因斗相共。像最近阮有一个大哥，伊本来睡厝的所在是社工帮伊吹，但是最近搁要搬出来啊，伊就无法度，就找无人会当斗相共啊。最近社工嘛较无用，啊，最后是伊熟悉社区内底的店家，甲伊斗相共找着厝，对啊。迄感觉就像讲朋友的互相斗相共安尼。哦，真正是落实变朋友啊啦吼，有影啦吼，所以伫即地咱当看到讲，其实面对着侪质疑讲啊，家友的这个生活可能就起起落落，你想要安尼搁做落去安尼？面对着这款质疑，你会搁较安怎较强硬来去做一寡这个落实安尼？系啊，人嘛是起起落落，阮家己的状况也是无人会当。挂保证讲家己永远拢袂发生代志，是啊，到阮发生代志，还是遇到麻烦的时阵，你会嘛就期待讲有一个人会当甲你斗相共，你的朋友会甲你关心，毋是讲啊你去找政府，安尼。有影啦吼，你嘛有讲过啦吼，就是讲未来的大人物，就是恁遮的这个组织者啦吼，真济做组织的人，做运动人，做实践人，拢是一个小人物，尾手可能拢是遮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安尼，有啥物款的这个想法无？有啥想法？我有实在足侪人，因为我家己是设计嘛，所以讲刚开始的时阵，我嘛唔捌法律啊，迄政策嘛唔捌，要安怎税厝嘛，唔是就也不是很熟这样。但是讲后来有足侪社工，也是伫遮社运团体认识的朋友，互相斗相共，才会当帮助阮今日行到即摆安尼。是，所以这个动力是啥物？动力是啥物？我感觉伫遮做工课，较像一个人。较像一个人，安怎讲？因为较早的时阵，你拢会讲，人若是对学校毕业了后，你就是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变做一个小的螺丝钉。系啊，你去做工课的时阵，你就爱暂时把你的脑袋放伫边啊，会用手做工课啊，过8小时了后，你倒厝你才家己的对。但是即摆时阵，阮无论是咧做工课的时阵，还是休息的时间，阮做工课的时阵，嘛会去想着讲，即马我家己的情绪是安怎？在做这有意义的代志的时阵，我自己也是有感觉啊。你甲你的同事嘛，唔是只是讨论工作的事情，是，对啊，你也当去讨论理论啊，去讨论讲你现在的状况啊，同事之间也当互相斗相共，伫平常时的生活。下班了后，你嘛袂想讲啊，就忝的，我莫想遮个代志。你嘛是像阮的
伙伴嘛，是甲街上的大哥大姐像朋友共款。是对啊，有的人会去甲大哥大姐相招去做啥物活动啊，还是看棒球啊，还是去捏头章啊，安怎就亲像讲，你其实你平常的些工做的工课就是像生活共款。每分钟拢咧做生活啦吼，毋是甲伊当做是工课即件代志啦吼。其实咱嘛有讲到吼，即个部分啦吼，是你的即个实践啦吼，嘛邀请真侪人过来参与做这款实践。有影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你有讲过一句话，人生就亲像即个体能共款。体能？铁蛋啦，是嘛？所以什么款的这个意思？铁蛋，我是啥意思？对，例如讲吼，这个直直路啦吼，两包会愈来愈蓬松，这是一种价值的这个选择。我是感觉讲，不同的时期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对啊。想讲，较早的时阵，你就一直想讲，你要甲别人斗相共的，若是你一定想要甲别人斗相共，别人看起来就是就像一个需要别人斗相共的人。但是你今日是用做朋友的心情，甲因相处的时阵，其实嘛是就变做无共的状况。啊，即马其实除了阮甲别人甲家友斗相共以外，其实足侪家友嘛会甲阮斗相共的。像讲顶礼拜重修就好大扫除，迄个时阵就是阮的社工甲阮的就伫遐的家友的大哥大姐做伙来去摒扫。就是互相帮忙，互相体谅啦吼。自这个咱讲百味人生，会当看到各种冠军人生拢有百种的滋味啦吼。其实无论吼。有的人即阵过了真好，但是伊的这个状态一改变，就变弱势吼。这个部分就是咱爱需要去关怀、爱帮咱的这个所在吼。今日真欢喜，咱这个阿勇啊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冠军人生百种味，真王暖心行入市。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感谢，多谢，谢谢，感谢。真差吗？没啊啦。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讲了什么。OK 啊，表演得真好啊。所以你下摆会当加上台语台这边。是这样。对。我回去一定会被大家笑。不会啊，讲得很好，讲得真好啊，对哦。因为我进前的时阵嘛，伫迄重修就好，甲大家讲。